前你们的思想不正确，危害了国家。这是国家给你们第二次的机会，带走。重新做人。这里是绿岛的新生训导处。每天6点起床，上午政治课，下午劳动课，9点熄灯睡觉。按照思想、学习、生活3方面来评分。蓝总，你想吃猪肉吗？当然想啊，怎么吃啊？想吃饭，讲国语。因为我国语不好，学习欠佳，生活散漫，这表示你思想改造没有成功。你说我会给你分管都要。我可以放你出来，不然我也可以把你关到死。只要你替我们看好一些同学。兄弟，你打头毛等你对手。稍息集合，准备插刀。其实我们跟这些新生一样，都被关在这个破岛里，哪儿也去不了。我现在就要飞机，你马上给我派过来！有可能是胎盘早期剥离，这必须立刻开刀。生後の確率が低すぎる。やらなくても死ぬ。血管が切れてるじゃないか。3分あれば終わらせるから。副鼻哥，脑子动向，我都无算是变开。不能再食言了。やっとこの世に出てきたんだ。ほら。没有什么事。根本应该爱上你，爱上你，那个手尾做好了的。记住限定嘅电影准戏。在哪做了？生き延びるんだ。答え満足で。なぜ反省しなきゃならないんです。你们不是来交朋友的，是来做思想改造的。